點解講新加坡股市會有一個爆升嘅機會呢？咁啊，大家其實都好熟習炒呢個政策市啊。咁啊，有一個並唔係秘密嘅秘密呢，就係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啊 MAS 喺舊年嘅8月成立咗一個小組，咁啊通過一系列嘅措施，就期望提升呢個新加坡股市嘅流動性。咁即係咩呢？即係政策市啦。其中一個重大嘅公告就係注入50億新加坡元嘅資金去支持中小型嘅個股啦。咁啊，自從嗰一次之後，自從呢一個政策出咗之後呢，咁啊新加坡海峽時報指數咧都表現強勁嘅，今年不停咁樣去創一個新高啦。好多消費類別嘅中小型股呢，有機會就係因此而受惠嘅。咁啊，點解會係消費型嘅股份呢？咁啊，因為呢，相對上佢嘅抗經濟周期能力比較強啦。咁啊，另外就係成為咗 EQDP 支持嘅其中一個理想對象嚟嘅。OK， 咁啊中間有幾多間嘅公司係會咁呢？咁有幾個嘅例子嘅。咁啊，其中一個例子呢，就係呢個康福德高啊，咁係運輸業嘅龍頭啦，咁啊市值194億港元，咁啊除翻6啦，就大概知道，咦新加坡紙係幾多呢？咁啊係做呢個城市嘅出行需求啊，咁啊大家都知道㗎啦，衣食住行呢啲係基本上必需品嚟㗎啦，穩定嘅公共交通服務同埋呢個國際嘅擴張潛力啊，咁啊另外呢，就係超市。因為啱啱講到衣食住行啊嘛，咁啊超市一定係㗎啦，咁啊超市龍頭呢，就係有一隻個股啊叫做星松。係啦，叫做星松，咁啊市值180幾億嘅港紙，咁啊都係除翻6啦。消費需求就唔使講啦，大家都會去行超市啦。咁啊，所以就係嗰個最好嘅理由就係佢穩定地去擴張，同埋就係佢因為係一個行業入邊嘅龍頭，咁所以就係再加埋有政策嘅扶持，就買晒一啲咧大家平時生活一定會掂到嘅必要消費。咁啊第三個咧就係即溶咖啡品牌，大家每朝都應該要飲㗎啦，我諗係啦。咁啊呢隻市值咧就相對低少少啊，呢一隻就係富旺潮，市值73億港紙。OK， 咁啊新興市場增長，咁大家可能開始揾到錢啦 ，quality of life 啦，咁啊可能都會多少少唔同嘅飲食需求啦，咁咖啡都係一種啦，就係咁啦。咁啊睇好嘅原因咧，咁就係新興市場。咁你新興市場大家消費多咗，或者就係有錢咗，咁願意去花多唔同嘅嘢，花多唔同嘅錢去做一啲飲食上邊嘅改變啊。OK， 咁啊講起飲食上面嘅改變咧，咁仲有朱古力。OK， 咁啊朱古力咧就係呢一間公司啊 Delphi。係啊，呢間公司係 Delphi， 咁啊專注東南亞高增長嘅市場，咁啊東南亞大家都知道，其實都講咗好多年，做東南亞市場嘅增長係可以好勁。咁當然啦，中間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掣肘啦，咁啊呢啲唔係我哋去諗嘅問題啦。本身隻嘢嘅市值唔係太高，而個消費升級個概念夠呢，佢都有一個幾好嘅增長潛力。咁政策一定會扶持其中一啲必要消費呢，就係咁樣啦。咁啊想了解更加多呢，就可以睇翻我哋新交所嘅呢一個專題啊。OK， 多謝晒大家。